大力，浴火重生，大破大力，浴火重生，大破大力，浴火重生。谢谢大家，国民党加油！国民党加油！国民党加油！这里要告诉大家，真的国民党不能再和稀泥了。每逢失败必说改革，每逢失败必说改变，但每逢失败就是没有改革，也没有改变。刚刚淑慧也讲，天天顾全大局，最后大局输光光。我们还要顾什么大局？我们要顾的是台湾人民的大局。怎么会用顾大局这3个字，然后呢压盖掉一切要求国民党改革的声音？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。在2018年的大选，国民党大胜的时候，我们许多人就已经有站出来告诉国民党，那是民进党的失败，不是国民党的胜利。但今天我要真的告诉大家，今天2020的选举也不是民进党的胜利，是国民党的失败。如果国民党不能够痛定思痛，能够厉行改革的话，我告诉大家，今天国民党就会被人民唾弃，扫进历史的灰烬。我们心疼的不是国民党，而是今天面对执政者铺天盖地的许许多多违反法治的作为，我们需要一个坚强的、有担当的、有责任的制衡力量。这是嘉义为什么必须站出来一个缘故。我们希望国民党更好，我们希望国民党更有承担，希望国民党能够赢回人民的信任，希望国民党能够成为今天台湾进步繁荣的中流砥柱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刚刚志明哥讲，从2000年到现在2020年，从我8岁讲到今天，我28岁了，国民党还在讲改革，国民党还在想要改革。那但是你的改革有跟时代更近吗？我目前感觉并没有。我是今天在场唯一一位中央常务委员，因为我是青年团的总团长，所以是青年指定的中常委。刚刚呼应我们这一次的主题，我们希望吴主席在礼拜3自动请辞之后，不要有任何的中常委去挑战要去慰留他。我会跟各位报告，因为我们的中常会是一个秘密会议，但是我会把每一位如果想要试图慰留的中常委名字一个一个记下来，因为今年3月份就是我们的中常委改选，我要让所有的党员同志知道是哪一些中央常务委员想要慰留，想要这个政党继续走下去。所以我在这边也跟我所有的中常委前辈们，拜托你们，礼拜3的时候，好好为中国国民党想一想，好好为中华民国的未来想一想。如果没有这么做，我的小本本上会记下你一笔名字。因为2014年我有加入国民党，那时候我觉得我看到国民党那种败坏那选举啊、奥博啊，自己在内部内斗，所以我把国民党党政本来要退了。可是主委告诉我说，你先放在我这边，如果有一天国民党让你骄傲的时候拿回去。我想这6年没有一个党主席让我骄傲的。那看到吴敦义已经堕落到如此地步，所以我愿意帮他们这些嘉义团队。但是我现在说出2个我自己要讲的因为我没有包袱。所以，如果这3支箭，第一，3支箭，你们这些党务的高层还有党主席，如果不照办的话，我在节目上，我在所有媒体的上台的那个论述上，我绝对毫不客气。第二，未来如果在选党主席的时候，我如果在看到有权贵政治、密室协商，还有谁要拱谁，还有裙带关系，我跟你讲，我也绝对毫不客气。如果你们敢挑战所有新生代、中生代、青壮派想要改革的决心，你们可以对他们施压，你可以给他们长辈的压力，对我一点帮助都没有。你们可以试看看挑战罗有志这边，没关系。好，谢谢大家。